大家好，今次呢條片我會教大家點樣由零開始設計一個登錄頁 landing page。無論係做推廣活動、產品介紹，定係收集報名資料，登錄頁都可以幫你輕鬆處理。一個好嘅 landing page 應該有啲乜呢？一個有效嘅 landing page 通常會有以下幾個元素：搶眼嘅標題，第一眼就要俾人知道你嘅產品、服務有咩着數，點解值得留意。清晰嘅副標題，解釋多啲價值，補充標題講唔晒嘅重點。圖片或影片用嚟展示產品、介紹服務或者做示範。視覺係好重要嘅元素，客戶見證或社會證明，有人用過，話好用，可信性會高好多。簡單清晰嘅表格或按鈕，例如免費下載、立即報名、試用7日等等。唔好有太多分心嘅 link， 唔好俾人走嚟走去，要聚焦喺你嘅產品或服務上面。了解咗 landing page 主要目的之後，我哋就開始第一步。第一步，建立登錄頁。首先喺畫面左邊嘅側邊欄，你會見到 landing page 嘅選項，撳入去 landing page， 再撳 create landing page， 輸入你個登錄頁嘅名稱。例如夏日優惠登錄頁或者視同報名專頁。當你建立好登錄頁之後，就可以開始設計個版面啦。你會見到有個寫住 Add Component 按鈕，撳入去就可以開始加唔同嘅版面元素。以下係可以加嘅元素：Inline Block 用嚟將幾個元素並排顯示 ，Block 係垂直排列元素。Text 加文字內容，例如標題、介紹。Image 插入單一圖片。Image Carousel 做圖片輪播，好啱用嚟展示產品圖片。Image Text Card 可以左圖右字或者上圖下字，仲可以加 button。Video 插入 YouTube 或其他平台嘅影片。Separator 分隔線用嚟令版面清晰啲。Button 加入行動按鈕，例如立即報名、了解更多。Booking Form預約表格、訂位表格。Sign Up Form 登記用嘅表單。Subscribe Form 收集訂閱者嘅電郵。FAQ 常見問題問與答格式。Countdown Timer 倒數計時，好適合限時優惠。Company Info 自動顯示公司資料同 logo。Map 插入地圖位置，方便用戶知道你點喺邊。我哋可以開始嘗試整一張 landing page。我哋預先已經整好咗圖同埋寫好嘅文案，就用 fitness 主題嚟做一個頁面。首先，我哋嘗試加入 image 做一張 slide。我哋可以校佢嘅大細，同埋我哋可以校佢上下嘅 padding。我哋頭先都講過，突出嘅標題係非常之重要。之後我哋就去嘗試做一個 inline block， 設計3個欄位嘅上圖下字版面。係 columns 位置選擇3，之後我哋呢一個背景用深藍色處理，出返去之後，我哋見到欄位下邊有加號嘅 icon， 按一下，再到右邊 components 位置選擇 image and text card， 撳3次，咁你就會見到喺原本嘅欄位多咗3個可以輸入內容嘅位置。我會用預先寫好嘅文案 copy and paste 上去，校佢嘅位置、字嘅大細，仲有字嘅顏色。仲可以選擇佢嘅 direction 係左圖右字定係上圖下字，最後再選擇一張我哋已經安排好嘅相片。就算做完出嚟發覺有問題都唔緊要，我哋可以撳返完畢嘅 icon 入去修改，之後嗰2個都會用同樣方法去處理。我哋整好其餘2個欄位之後，我哋可以再去做一個 button 嘅位置，可以方便我哋去做一啲 link 或者 download file 或者常見嘅即時查詢等等。我哋可以處理個 button 嘅大細、顏色、位置、上下嘅 padding。我哋仲可以揀佢嘅背景圖或者顏色。整好咗之後，個效果就係等啲客戶一見到個 button
就想撳入去，直接去到想要嘅目的位置。我哋亦都可以做多個示範，就係我哋常見嘅左圖右字或者右圖左字嘅效果。選 Inline Block 之後再選擇 Columns 做2。今次同樣地會用一張已經整好嘅圖片做背景圖。完成出去之後，我哋就選擇 Image， 揀選一幅適合嘅圖片。圖片處理好後，右邊我哋會揀 Text， 再按鉛筆 icon 去處理文字。同樣地，我哋都係用預先整好嘅文案 copy and paste 上去，再調校文字嘅大細、顏色。如果出嚟嘅效果都係有唔滿意或者格式上面有問題，我哋都可以重新修改一下。最後我哋可以依照各服務整個 booking 或者 event form。仲有想客戶填寫資料嘅 form 收集數據或者之後嘅跟進，就係頭先嘅步驟，已經可以好容易整一頁 landing page。當然可以因應唔同嘅服務加不同嘅內容或者圖片上去，配合你嘅銷售策略。landing page 點樣幫你提升轉換率？講真，做咗廣告，有人 click 入嚟都唔代表佢哋會做嘢。例如買嘢或報名，所以 landing page 就係你轉化訪客為顧客嘅最後一步。透過一頁式設計，直接清楚，冇其他干擾，令訪客快啲落決定，就係佢勁嘅地方。以下就係一啲 tips， 內容越簡單越好，一眼睇到重點。按鈕要顯眼，唔好細粒粒收埋。測試唔同版本，睇邊個效果好啲。仲有常見錯誤，登錄頁太似主網站，冇焦點。有太多出入口，令人走嚟走去，資訊太多，令人睇到好煩。最後總結， landing page 係一個幫你精準溝通價值同吸引行動嘅工具，做得好可以幫你慳廣告錢，提升收入。如果你未開始用，記得試下，用緊嘅不妨優化下，效果會有驚喜。